虽然我不是在松鹤部落长大，但是我觉得松鹤就是我一辈子想要住的地方。那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风灾雨灾，虽然风灾雨灾带给我们部落很多考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部落的人一起努力，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坚强。育了驯龙鱼啊，就30岁时开始育啊，都近差不多有20年呢。育了驯龙鱼啊，哈，就散当育鱼，因为做凤菜时咧啦，台这架哈就散当哦，就伊肚脐头，鱼啊，就肚脐啊。就从你啊散当来，咱的想法啦是讲，你啊是你的信念嘛，啊你啊育鱼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咪是一种承诺啦。养着条从前，春分过去，强娘都后每爱哭过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文言苦渐渐。秋处处甜归年，年年应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古关是万干公路当中一个当有名的旅行胜地，地下位不但丰富，自然景观非常的强。沿顶大甲海顺有一个重学社区，将喺本人特别隔开来用的，见证了大时代的变迁，老环境改变的美丽老哀愁。今日就在咱民族乡下来里探访地下位的故事老见识，品尝翻作当中的香烟来哩。古关理在台中市和平区，会拍太阳的800公尺高，自然点清，景色讲到哪唔得。伫太甲河左片嘅重学社区，算係好嘅體現，因為時代背景嘅原因，多年促權推喺啲下邊。附近嘅八仙山國家森林公園係台灣生態林場之一。其內林場巷幾排嘅喜怒氣息嘅物嘅古樸雅致，係日本時代多數嘅歷史，保存嘅完整嘅見證。松鹤部落是個比較特別的社區啦，既有客家人，既有閩南人，既有原住民，既有農民伯伯，這個4大族群，通通喺度兩片啦。松鹤部落在原住民的那個說法是叫德福蘭。德福蘭的給那個原住民的意義就是講非常好山好水，然後土地肥沃好住的地方。那客家人呢？我們家看這個林場像哦，這個是以前在差不多將近100年前哦，日本人哦來占我們台灣，開發我們台灣的一級木。他日本人呢，就逮到兩片，就那種應該普通的日本人蓋的哦。逮到34年的時候，我們光復了大陸。日本人投降了，他就交給我們林務局。那林務局的員工呢，就逮到兩片，佢留下來的屋就逮兩片。哦，然後差唔多就99年了，差不多100年了。這個材質啊，通通已經都纖機都改變了。它以前是應該像那個檜木啊，所以你逮到迄個地方，因為聞到個凍香的個檜木的味道啊，冬暖夏涼。哇，真嘅！像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可以感受到，一個蘇南安溝啊，行到一條路巷，感覺到特別的舒爽又當涼啊。對啊，如果有加以重新修繕啊，然後規劃，它是一個很好的願景。
像啊长好部落也到位，还有几多年喺多啲咧？20000人较少了呢。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松鹤在93年的时候又面临一个很大的风灾，叫做缅都利台风，像阿胶姨嘛重创嘛哈，那该泥土石流就上我们家的2楼。哇！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这样子走过来的。那有一些人就离开松鹤了。那我们重创的引 K 差不多将近有40户，然后呢，我们政府呢就给我们安置永久屋，然后就带到该和平的加油站一个原住民记忆中心。从来呢，我就放弃安置，几家都重新把那个土石流清掉，然后把我的产业复苏。虽然很辛苦，可是我很有成就感。阿九姨唔係啲亞太嘅採體居民，休賞時節天天老公曬到啲未來，就本啲位眼裡吵鬧想到咧，可能就係因為安呢樂觀開朗嘅心態，本就算遇到嘅天災，幾下年過後，佢還係了解，還個保護等腳下嘅土地。啲位萬乃嘅都係歷史，歲月淹脫嘅眾多事物，上面留存嘅眾多難忘嘅故事。Hello， 秀芝姐你好，哎，原來我們約好2來，然後好中滿條，完了耶。好，朋友嘅馬莎先生，老公哦。劉秀基太子，新竹工齡行業，無論哪時節，總係開容笑面嘅佢，本人親切敦厚嘅溫暖。生活感受總係啲塑造食物也到人頭水泥地度，堅持親密總會有美好嘅成果。今天的理事長來啲請食材，雜飯瓜了。理事長，我們要炒南瓜，該不會就這個吧？對，就是這個，這1、2、3顆，就3個，你就這樣留材料本。嘿怎麼那麼少？因為南瓜的時間過了，所以我們都已經把它採下來，哦，都採下來，都放在我們的倉庫裡面。所以因為這個還可以放一下子，所以我們等民眾來的時候，你們都愛開玩笑，都留要材料，旁邊的都採掉了。對，我們還有一塊整片的圓架在架上的，都已經採收了。現在在倉庫有300-400斤啊，都留在那邊。我們回去的話可以看到，這個也是算我們原生種了，它是改良過的，所以它非常的漂亮，而且又好吃。好吃又甜，是不是？對。理事長一看就知道秀芝姐好趕你。理事長你會演出名嘛，對不對？在這邊你們兩個怎麼撞到一起，跟水災一樣撞在一起嗎？對。真的假的？亂說。這個都是緣分啦。我有時候很納悶，說怎麼泰雅族會跟客家人在一起，還會生孩子呢？我覺得說這個都是緣分。我就是偷偷把你帶出來，要問你說，都帶黑你就秀芝姐，還是秀芝姐追你的？互相仰慕啦。因為不小心紅綠燈碰到了我嘛，這次車禍啊，碰一下，哎呦，原來是女孩子那麼可愛，那麼漂亮，就她堅持要修我的車嘛，我說不用了，沒有關係了，就從這個地方就開始聯繫。沒有想到一聯繫下去就連到這裡來了。好啦，我們趕快採這3個，因為要閃掉昆玉人妹已經秀了，因為旁邊葉子看都已經差不多乾了嘛，所以他們也可以採，對不對？原來飯瓜無窮時節秀，佢嘅營養成分咪無窮樣哦。老飯瓜嘅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香味較豐富，落在綿又香甜，合適蒸來食。也係煮熟種做用攪麵粉做各種麵食料理，也係糕餅哦。好，等下呢，秀芝姐，這是我們剛哈甜甜去找咗了一個飯瓜哈。他說現在剛好是開出的季節，是不是？是。看起來好吸引人吃哦。我都可以偷吃一口看看嗎？可以呀。真的很甜誒，超甜的。这也是我們有機媽媽那邊種的，真的哈，都沒有撒藥嘛，對不對？好，那可是要做饅頭，都當牛粥都後生啦，一定有你的秘訣嘛，對不對？你現在就冇空鋪誒了，搞矮好冇？南瓜，然後再用湯撈雞啊，鳳梨。哦，就是這個就是鳳梨呀，鳳梨你愛看人家還整高誒，係冇？係啊。鳳梨加營養加吃冬菇吼，抗氧化、抗發炎、提升免疫力。這麼好，冇關你皮膚啊吼。沒有啦。好，來，我們就開始正式開始做，好不好？好，來。
那反瓜要不用落去吗？哎，你要得一开始做鸭跟馒头，是为什么想在这边做馒头卖？因为在4、5年前的时候啊，我们有上课，所以我们就开始研发做馒头。黑讲做馒头啊，有神理念行入来的话，每个人都有类似像是一项一特色啊，你知道吗？系啊，老给搅匀了，所以你加了七嘎中的板瓜，还有鸭给凤梨，都是在地的。对，来到亚岛毕业呢，就一定会是菜梯，取自于这个松鹤村里面的东西这样子。系啊。台基跟你黑那岛毕业年呢？新竹琼林啊，从小就在台北长大。在台北咯。系啊，那你有没有来到亚岛毕业？加到掉了。嘿，干耶！系啊，而且还没加到上夏天，你还加到3度风哎哎。呀，做山寨夫人，跟我先生说啊，我们自己做看看吃，来做馒头吃看看，就做，我们就开始就做研究，然后有时候吵架。虽然讲起下老个鲨鱼啊，恐只祖先来讲啊。你说它是跟鲨鱼同个祖先？对对对。小鸡子亚个黑嘛个活性酵母粉，搞母粉哦，嘿该可以变落去油嘛个作用嘞。它会促进它面团发酵。我们也有加老面，只是说老面加下去它香气比较够，酵母粉加上去的话会帮助它发酵。对啦，我就要知道那个老面都耐倒面，因为呢有另外一个老面的话，那个味道真嘅冇穷优，因为它每一团留下来，之后还去米头站会有冲哎，对不对？系啊。好，刚才跟俺就先倒落去跟它交流，全部倒下去嘛哦。嘿，那搅拌，你实际做的话，还是要以实际的方式。这边的温度啊，我刚才我养熊给翻在长途嘛。给它静置一下，然后它发的话就会有泡泡。哇，我等下一下就已经起泡哎！你看下什么样子？它已经让它发泡了，对不对？对啊。好，那接下来下一步要用的做嘞？面粉。面粉弄来，好，全部弄落去吗？嘿，对。好来。哦，比例你全部去给它折出来的是不是？好，该压给我来搅匀了。对啊。要给馒头做料好不好吃？切干它有没有那个嚼劲，有没有面香也是很重要的。好，那倒面差不多嘞。嘿。然后要给老面落去，老面然后给切细块，等下较好切匀，对不对？对呀。我跟你说，正经男的部分来嘞，就会压倒闭耶。刚刚忘记老太讲了，小给豆，其实你刚才加下去的这个水是山泉水，是不是？山泉水。哇，山泉水做出来的馒头怕懂某 Q 用哦，比较甜。真的，你自己喜欢喝这边山泉水？喜欢啊，我们的水啊，放凉放在旁边啊，旁边周围都会有蚂蚁。真的假的？这么甜啊！很甜。哇，刚做出来馒头一定懂某 Q 用。等一下来吃吃看啊。面团经过几下摆发酵後，饅頭將做得又 Q 又順牙，加凍奶椒、凍香哦。對切面、切地、雜片都沾高，搭鋪都做唔得青菜，呈現出黏味，唔加添香料。也條所有嘅食材做成季節，係啲菜地嘅農家買來嘅。OK， 好了，上好了，我用來做嘞。好。来，开始揉成长条。不过啊，其实我们同乡的弟兄，那种做馒头啊，对客家人来讲，也对原住民来讲，其实都比较陌生。跟你做马上做那个馒头的，当你的特色嘞。4、5年前，他有介绍红梨是不错的东西。那正好我家里有买一台小的机器是压面机，跟我先生说啊，我们自己做看看吃，来做馒头吃看看。就做，我们就开始就做研究。然后有时候吵架，就研发酱出来，就差不多3、4个月，就得到大家认同，就做出来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成荫的哦，真劲呢。好啊，该两下呢，有先老给弄出来。我们会先那个给它切一块块。都是几公克呢？差不多100公克。100公克，好的，这样我知道了。差不多。好，那我就揉成圆形就好了。好，轻轻压一下。看看，Q 一下。3折。哦，会去建一批案的，对不对？你也真给懂难呢，怎么差那么多？秀芝姐，你也做得太漂亮了吧？你看，
也有练过就冇穷用。你看下几个演员呢？一张一张研究后的面团，适当将盐绿绿的，涂用各种抗片色彩表落去，本馒头的口味含较多样化。了解食物的本质，老来研究後，做出來嘅就唔單淨係吃飽再窮嘅食物，潛人霸總性嘅係小暖老年情味。哇，这炒都要到味啊！炒一点凉风，看到那种山景，然后吃馒头，很享受哎。对呀，对啊，撩你的时间应该很多人来，对不对？对，如果有预约做馒头 DIY 的话，我们就会有那个体验 DIY 的活动。好，然后呢，要给馒头已经蒸好些，它看起来太吸引人吃了。你看这金黄色的有没有？喝起来就比上的香银色呢，可以这样整个变成金黄色的这样。新鲜的反瓜蒸出来馒头，我来吃吃看哦。哇，你看奶色的东西，幸福的表情就知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它越嚼越香，真的。对呀，所以我们在罗制这个馒头哦，除了它的这个原料以外，它最主要是讲到我们这边好山好水。那么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因为我们后山就是八仙山。那么我们在原住民区域来讲的话，我们对山是非常的敬畏的，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说我们在山的一种敬畏跟互动都非常非常的尊敬，都要去融合它。所以我们说在做美食的部分，也是希望说透过原来的东西，让大家能够带一点健康回去。最快就是带馒头，带馒头就把这边的水跟把这边的健康都带回去的。对。秀芝姐刚才讲，让他真嘅呐，然后搬转一台北黑的话，讲真嘅有没有关冇？唔关。对呀，因为这边住习惯了，回去台北。虽然说物质很方便，可是问题是说空气水质有差。真的，回去台北啊，都要开冷气才能比较缓和。这边的话就不需要啊。自然的风就很舒服啦。松鹤部落的居民啊，不管是客家也好，闽南、外省，尤其我们泰雅族，大家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真的是好地方啊。可是天灾怎么来，不可抗力的部分，我们还是要面对啊。这个政府也有下很大的功夫啦，所以我们这边很快富裕的非常的快。所以以前崩塌地，现在全部都是这个茂密的丛林。当然，生态保育的部分我们也做得很好，所以有时候一大早或者傍晚就会听到我们保育类的山羌就会在那边叫。现在到假日的时候，就很多游客来爬我们这边的七雄啊。松鹤用台语讲叫雄鹤，雄鹤，雄鹤的所在哇。客家话叫怎么讲呢？雄鹤，雄鹤，雄鹤，哎呀，你看，音差不多嘛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迷上它。你要刘章有拍拍跟我，原来老亚给地方那个是这么深厚的连结，没有办法密不可分的，而且每张提供啊，两个手材虽然讲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考验，可是呢，人可以用团结来一起度过难关。牛年嘅口述，老次年紀嘅精華融入到面團，落在嘅面試變做嘅精神人情好嘅，行業鋪落，老土地共存嘅理念，一出層層嘅飲菜人力嘅血脈地度，透過連結菜地小農嘅摩托搶菜故事，老鋪落傳說，用情冷冷嘅接觸，係通識老尊重日嘅土地嘅實踐。佢下擺嘅大風大雨就做得看得到生命嘅堅毅老本土，古關嘅好山好水，做得培育出各種豐富嘅作物老食材。向下來嘅拜訪本人喊做水稻上花色嘅秦六五。這邊就徐農魚了。对。哇哦。大大小小養在一起會吵架嗎？不會啦。來陳北泰國苗栗客家人。佢也下係台灣唯一用人工方式養出秦五子嘅專家，是去到俄羅斯、伊朗去學有關也到秦五老五子種嘅專業知識、老製作技術。也下養出場地度有11種無窮樣品種嘅秦六五，都係幾乎接近嘅哦。这一池比较特别啦，我有放那个七星乳，因为苦花会跟着水来，薰衣很怕苦花。为
什么？它会吃它的皮啊，它吃鲟龙鱼的皮哦。因为鲟龙鱼皮吃起来味道跟青苔一样。我们的方式就是用那个七星炉跟鳕鱼啊去控制这个苦花，它一进到池子里来就被那个七星炉吃掉了。啊，那鲟龙鱼会吃什么？鲟龙鱼它一般我们都是喂饲料啦，但是如果说你2、3天没有喂，或甚至4、5天没有喂啊，里面那个小的那个鳕鱼会被它吃掉。它其实也是杂食性的啦，因为这种大型的鱼啊，通常都是从那个上古时代就遗留下来的。非常的凶恶。我大哥来到古关亚岛尾啊。因为我上摆去看那个黔龙的时节，係尖沙咀岛尾的吼，到哪一岛尾的咩合适學那個黔龍咧？差不多尖沙的哈，去學的個鲟龍魚啊，大部分係雜交的，因為因為呢片啊，大部分學的純種的，因為哈，因為做個鲟魚的個人工受精啊，一天的純的個品種啊，對純的。所以呢片啊，要學11種鲟魚啊，進口了鲟龍魚的在的時節啦，佢可能規批全部的強者阿妹到阿爸，你總得講到兩種的到兩種的啊，強種的做個人工繁殖。為什麼不行？強種的哈，因為等於講哈近親交配的問題啊。你要是死氏鲟對死氏鲟，它繁殖的下一代哈就會有那個。近親繁殖的基因缺陷就不好養了。黔龍魚係現存青老嘅兩骨動物之一，佢係一種河海洄游性嘅魚嘅，到今還保有古世紀魚類嘅基本特徵。留下世界上嘅野生黔魚，分布喺歐亞美生態族。我真覺得你很厲害，因為上半年到尖沙咀島尾的世界，還沒有辦法有自己孵育成功的這個魚苗，所以這邊已經做得起甲鋪出來啊！做得。哇哦！可是大哥，你會按了解，你學也拍19了？20年呢？學個22年呢？22年。哇！生也都太也等於半生年的時間，全部都係學也嘅黔龍。係啊。真的，但你一開始係到哪島畢業，後來有經過什麼地方轉折才到這裡嗎？我最先係就尖沙咀啦，尖沙咀啊該片水源頭啊，用因做個露營區啦，露營區個水質是緊扁啦，緊扁咧冇法度控制啊，該兩片沙是水質好好，所以16、17年以前啊，我是下了兩片的水質好以外啊溫度因為鲟魚啊佢最好嘅溫度係22度以下，12度以上，12到22度中間。你看中間嘅溫度啊佢成長嘅速度最急，韓國佢後唔會不平。而家伊講，你水溫超過26度啊，26度以上啊，你鲟龍魚是凍唔掉咧。水溫啊最多是到22度啊。因為所以它高山，因為海拔800公尺，所以咧應該係中海拔啦。讓天氣啊，就唔會調低溫。以你了解他們啊，如果我現在下去魚池裡面，敢做得？做得啦。真的嗎？它不會攻擊我哈？唔會。呢種魚啊，其實啊，太子甲飼到佢會凍惡啊，其實啊，呢魚啊凍溫泉啊。真的。雖然講佢係那個鯊魚啊，強者祖先來講啊，鯊魚是偏向完全肉食性。你說它是跟鯊魚同個祖先？對，所以你看佢嘅樣啊，當成鯊魚嘛，鯊魚到鲟魚強樣啊，佢係個外形位嘛，你啊下去啊，水溫咪唔會調低。好。有個青蛙裝啊，冇問題啦。好吧，我下去跟它近距離接觸一下。可以啊。黔魚對水質嘅要求當高，好生發啲徑流，溫度較大，帶着係生嘅水度。用出塘底度一般係用風母嚟起嘅，補充嘅水流量較好控制，比其他式嘅咪較方便咯。手給我，好，慢慢下來，不要一下子跳下去哦。好，再往下走，好。有一隻跑過來了。沒關係。這隻好大隻哦！對啊。
水温好冰哦，是要穿着那个青蛙青蛙装，还是不要？它没有在挣扎的时候，你摸它肚子，这边往上。等一下，我摸到它像是，它编号好复杂哦，090013800027，好多哦。对，不但是腹部它一直到胸腔到上面都是鱼卵他们是很乖的啦。我要下来干嘛？我跟你解说一下啊。上面不能解说嘛。我们先最简单。我听到它了。先抓一条小的。它游得好低哦。这条鱼的重量可能跟你差不多了。你可以摸。你可以摸它。我可以摸它吗？对。摸它的背呢？摸它的背，你摸看。Hello， 乖乖哦。哇哦。对。蛮乖的大哥，看起来跟黑马的品种哎。这个是黑龙江的达氏黄。达氏黄鲟龙鱼。对，它这种品种可以长到1000公斤。那就跟变海底蛟龙一样了。非常大。真的，这些鱼你养那么久，会帮它取名字吗？我们的鱼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有编号？那它那是几号啊？这个要用晶片扫描机才有办法知道它的编号。还有晶片扫描机哦。对。那这一只我们要不要先让它自由？好，我怕它等一下会太激动。我们抓另外一个品种来看看好不好？我们这个大的先放走。这条撞我！也是非常特殊的品种。这在新疆来的。我们大陆新疆额尔济斯河还有里海都有这种品种。这是鲟龙鱼吗？这条鲟鱼啊，你看它差不多才3公斤左右啊，但是它的年龄已经有13、14岁。这种鲟鱼它叫做小体鲟，也算是所有鲟鱼品种里面比较娇小的。它的体侧有白线，真的，然后背上有白线。那个捕鱼讲的一个手材，它是金黄色的。对，这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很特别的颜色。这是公的还是母的？这个我们从它生殖孔的外观来看这一条应该是母的。它公母怎么看的？这生殖孔生殖孔的形状就像那 Lexus 的 Mark，L 就是母的。那 Benz 的是公的吗？Benz 的是公的，你答对了。真的假的？Benz 是3星的标记嘛？我们鲟鱼它的尾巴，它的生殖孔如果是3星标记的就公的。这是最快的辨识方法。太狗刚做的饲鱼条给极度游乱呢，你就看到吗？左等，是的。因为我现在不敢动，我等大哥。好，我来找一下好，来了。这条大概是8岁。8岁的这个鲟鱼它是第一次成熟的。这个鱼卵还不能做鱼子酱。要等4年后。要4年后。你看它有鱼卵的我们摸它的肚子，它没有在挣扎的时候，你摸它肚子。这边往上。等一下，我摸到它像是鸡的东西。没有鲟鱼没有外生殖器它只有泄殖孔。你摸我手在这边，你摸看它的肚子，它没有挣扎的时候是软的，它一挣扎的时候会变硬。像这个肚子摸起来这样软的就表示说它的卵已经成熟了。那可是我今天如果要看鱼子酱做鱼子酱的话，这边有吗？有，我有抓一条12年的俄罗斯鲟。任何老情有关嘅知識、老問題，嚟睇過從日本發視電用嘅，一開嘴就講唔會說。雖然係真經想去留地度嘅各種品種嘅情，要多啲嚟嘅接觸機會，三無辦法唔驚佢就又減過來，實在係冇面子哦。睇過啲米青龍係休幾多年呢？
11年。11年呢11年。那你手上拿的这该不会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个晶片机，是不是？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晶片机啊。我们养的鲟鱼啊，有要做鱼子酱的，或者做繁殖的母鱼。我们在它背上的第5个鳞片底下，我们会打一个生物晶片，它的生产履历。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先把它 scan 看看，给几多好嘛，再过去看养这本书，还吗？好，那我们先 scan 一下，看养编号第几号呢？第5片鳞片底下哈，我们给它扫下去，你看这上面有编号。哇哦，哎，它编号好复杂哦。0900138000279417，它这是世界性的编码哦，真紧哦，它不会重复，没有2条鲟鱼的号码会一样。哇，代表它们也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像这条它的头比较短的哈，它是属于俄罗斯鲟的。像这个可以做鱼子酱的那个鱼啊哈，它肚子都非常柔软，跟摸起来会跟豆腐一样，你可以摸摸看啊。真的？哎。你稍微从这边伸下去，慢慢的往下，再往下，啊，你轻轻摸，你会觉得它肚子摸起来的感觉很柔软。哎，真的好滑好嫩，好软哦。对，这表示它卵已经成熟了。哦，上面有一层那个咕溜滑滑的。健康的鱼都一定有一层黏膜。我现在要做鱼子酱的鱼啊，都要给它停食2个礼拜到3个礼拜，就是把它的那个体脂肪消耗掉，然后它鱼卵才不会带太多的脂肪，做出来的品质会比较好。目前呢哈，就是要很精准的做鱼子酱的地方，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做。因为鱼子酱啊，它必须在365天其中的3天，要找到那3天来做，是最适合的。所以鬼年挑天是有3日的时间，它是黄金日子这样子。对，没错。那今天是吗？今天是啊，我们已经把这日期都算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吃它哦。对，要做鱼子酱。你会不舍得吗？你养它12年。万物都有它的作用啊，就是人类跟动物之间的互动嘛，就是要人道啦。海狗跟像安永啊，一条这12年的亚给禽用，它的鱼卵大概有多少量？像这条鱼大概30公斤啦，如果10%来讲哈，就差不多3公斤到4公斤啦，10%到15%左右啦。那3公斤的卵到4公斤的卵来讲哈，1公斤卵这种卵哈，大约是在4万颗到44000颗。要是真的把它都孵出来，就等于有12万尾少的鲟龙鱼了。对，差不多可以供应10个养鲟鱼场。好，我们客家话讲“木妈长大”。木妈长大什么意思？很多的意思。这整个鱼池里面全部都是整片都是鱼苗。哇，好壮观哦。对啊。虽然各种鱼的卵都做在路边做种，不过严条讲起来，是有禽的卵将做在按照鱼子种，野生禽的数量当少。每一米安年，以下8年前欧洲是下令，野种鱼的是专属放生人设计，禁止白箱来食咯。然后你有周围发出这样的态感，因为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这算是一个态度吗？还是说？因为鱼卵哈不能做那种巴氏灭菌，所以我们要用卫生管理方法去做鱼卵。它的鱼卵好多。对，这条12年以上。也太多了吧？对，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啊！因为很少鱼的鱼卵这么饱满的。不但是腹部它一直到胸腔到上面都是鱼卵你一般呢看到的说他们做鱼子酱的都年轻的鱼，它可能拿出来只有1公斤的卵。我们这个是老鱼啊，所以拿出来卵这条我看有6公斤以上。所以刚才这个动作我们是要抢在几分钟内完成呢？一般是要15分钟内。所以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要脱模，然后这个鱼卵卵径啊，在3公里到3.2公里，它属于大直径的鱼卵，它是世界第1级的鱼卵。是用这种方式。现在这个鱼卵就会一直往下掉，你一定要到达顶点的鱼卵它在脱模的时候破掉，它才不会破。如果说我们在这脱模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破掉怎么办？这是用鱼的哪部位？抓住迄人家背囊抓骨骨的。用骨笋。用骨笋呢？的咸甘肉。好，咸甘肉。鱼子酱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中间龙虾沙拉。
过程当中不小心有破掉怎么办？破掉的鱼卵很明显，哦它会塌掉。像我们这个没有破的鱼卵的哈，它是一粒一粒的，你可以观察它很圆很饱满。是破掉的鱼子酱是皱巴巴的，在俄罗斯来讲哈，它如果做到一条过熟的卵的话哈，它破掉，它会用高盐度的盐巴去腌。每一条鲟鱼啊哈，它要加的盐啊都不一样，因为你要根据这鱼卵的品种、年份，还有它的成熟度来决定说我要加多少盐。像这种高品质的鱼子酱，都是在3.5左右盐巴。这有一个名词啊，就是俄罗斯文叫做 Maloso。Maloso 的意思就是薄盐的意思，品质比较低等的鱼子酱，它的盐度可能会加到8%。那一种鱼子酱，它的价值就比较低。鱼子酱啊，还有什么使它变如此珍贵？里海跟鲟龙鱼啊，不应该俄罗斯也该联邦啊做强的。所以现在哈，全世界从2012年以后啊哈，就不准捕捞野生的鲟龙鱼了。所以你啊，鲟鱼啊，这资源啊越来越少。完全的口恩伊利亚用人工养殖的方式来取得，所以你看哈鱼子酱的市场哈，你看价值啊，就价钱啊，越来越高，越来越少，对不对？經過溜溜嘅鹽路嘅魚卵，會有清新嘅海味，啲新麻豆花開來過後，就得感受到刺刺嘅高香散啲嘴度。後連頭嘅甘甜會本人甜味，青龍魚係當時看到貴身呢都係寶嘅魚嘅，豐富嘅滋養當然當好食，係高經濟價值嘅食材，無巧用嘅做法，做得料理出各種好料，嚟啲好做料理咧。師傅用嘅稱呼？哦，像沈。沈，點樣嘅咧？睇下都係乜嘅？沈師傅。沈師傅好，沈師傅好。咁兩下請你啦，剛才做提出料理係乜嘅？哦，有那避風塘。避風塘，來都好忙，是做過牛的料理耶。避風塘料理，好，那你這個準備嘅這個是什麼？你啊，係鲟龍魚嘅魚骨。魚骨，好，你魚骨，係。哦。再用誒配料呢，裝好以後，夾向下。夾嘅避風塘嘅材料對不對？啊，這個係乜嘅？有很多南瓜餅、黃葡萄。你要番薯從它做出來的餅。好，很期待哦。現在看到牛了之後，一步一步我跟着你做哈。好，來。好。哦，油溫是非常重要的。對，非常重要。哇，一婆啊，落去就碰起來耶。哎，一條就碰起來哈。水就碰起來。哦。然後把它炸到有點金黃色的。我哋係金黃色就做得。就做得嘞。係啊，你就做得嘞。好。哦。炸好了就要處理這個避風塘。炸了，處理兩魚骨，就要炸鍋。因為它是軟骨動物，它是不是不能炸太久？鍋條炸鍋條就會腐。那它這個軟骨是算在脊椎的部分。脊椎，你係講龍骨的部分。龍骨的地方。龍骨的地方。要配料啊，油蔥酥，慢慢辣椒喂。你要太陽先到炒皮去咯。後來你要做到皮。夾香啊。夾香啊，避風塘它本身來講的話，比較算廣東菜演變過來的。看沈師傅啲屋餐之間嘅節奏，有夾有流量，好想世界東南亞行透透，美食第一本學習中華廚藝。唔過佢堅強嘅還係廣東料理，沈師傅唔但想熟絡各地嘅傳統文化，就連無窮用地區嘅學法，咪溜溜嘅曉得咯。師傅呀，哈尼出料理還要做乜嘅？做了石板的鹽燒。哦，鹽燒哦，這個石板是係一個用當叫嘅。要用當叫嘅紅田肉。牛嘅？這是魚。一般的石頭佢燒幾擺以後，佢就會裂開。或者當特殊的這是用魚的哪部位？你啊做迄人家背弄的部分呢？啊，牛骨筍。牛骨筍呢？鹹甘肉。好，鹹甘肉。來做在看下冇嘞？好透亮哦，你看。晶瑩剔透。晶瑩剔透的晶瑩呢？這個有一點像是水鳳色呢。水鳳色，你啊，迄熟練嗰片呢，伊個鲟龍魚呢，做較偏黃色。它黃色的。好，那這個要
直接下去煎原味的吗？还是然后烧烤，你是面头落去，卤厉害酱嘛？好，我用嘛卤料嘞？卤料呢，迄我哋即个开发出来，吼。真的？有什么系列制作的？秘方就对了。哦，我先烧嘅嘛个油啊？哦，你一般的油制作的。一般的油制作的嘞，哈。好了，要开始了哈。是不是不能够让它挺熟？因为差不多有6分制作的嘞。哦。6分熟制作的嘞。那像禽牛啊，它会不会像牛用的啊？什么？就是说我们爱吃5分熟的牛肉啊，禽牛会不会没做的？也是可以。没做的。沙西米就挺好啊。有人吃沙西米。哎。两爱了吃，看了好不好？反正就不用手一听听。不用手一听听。好。哦。要翻了吗？它同样会不会咕掰的？我觉得啊，它现在的那个 Q 弹，有点像那个你知道黄金6两肉那样子，切都泡泡对，还有油滑哈。油滑。然后它又是你看，师傅都会叫给时间去玩，会端腰嘞。这样子。对。哦，人家今天不就搞了。加呀的配料，然后蛋瓜。细细嘅镜片，拿到两面溜溜嘅酥。白葱头、黏黏丝，搁加到嘅铁条嘅香料、柠檬水，也到嘅葱花就好食嘅。小多多嘅泡盐底肚，皮悠悠嘅魚肉，暗茶白嘅泰餐，難怪係古台地毛稱好嘅。哇，今日呢做得了，找到了邊離一個秦嶺最近嘅距離裡面，品嘗這個鱘龍魚大餐，而且兩下係貴種做嘅料理。所有部分能够用到的鲟龙鱼都做在拿来吃，对不对？好，非常到底。那当然了，你看亚种作为料理，一定要先吃我们的鱼子酱，对不对？鱼子酱哈，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那看到呀，还不会黑这个法国面包，中间是沙拉，对不对？对，中间龙虾沙拉。上面这一块哈是那个烟熏鲟鱼，也是你们做的，我们自己做的。这一条鱼啊是黑龙江鲟的鱼子酱。哦，按钮啊，先 have it say hello 看呐。我刚刚吃落去，正經感覺都有嗰種感覺嘅油脂的香氣，還有溜溜嘅嗰種果子嘅香味都喺度，而且一直都係要三碼都挑到後連頭，它是競爭感。現在分泌唾液的時候，都還可以聞到那嗰種香味誒。所以在歐洲啊，哈，它這個魚子醬跟那個鵝肝醬還有黑松露啊，是並列這3大美食啊。那魚子醬是3大美食之首，哇！因為它的味道最複雜、最豐富。接下來我們吃鹽燒的部分。鹽燒了，它的煙快沒了。煙快沒了。你看，你還會用 Q 起來沒有？端腰，也就特別會牽子的起。牽子。你咬下海就有感覺誒，但係牛仔係不 Q 起來，肉細到你看不出來那個魚肉的紋理了，非常的細緻。到嘴肚呢就衝來呀，它彈紋太阿 Q， 看那 Q 肉。在嘴巴里面，你会不会像是跳起来一样？肉好甜，一点你刚才说的那个香咪给两大概完全都冇。好，我们来品尝吧。好。葡萄树树嘅甜骨，香香嘅酸條米，融合羊骨樣 Q 嘅口感，有甜味又唔會搶主食嘅風采，搭配香甜嘅飯瓜瓊下色，會有行較好嘅味絲哦。並入汗肉天天的聞出來嘅皮糖，特在都係清清嘅膠質老魚肉，糖當減順，滋養溫潤。前兩魚餅含黑黑入味鐵油嘅，外擺仲係熱降下餅，底肚嘅料係黏黏嘅前魚肉，味絲好到奶唔得。兩種難得嘅好料，本愛食到飽必必咧，幸福感一直留啲愛嘅心肝度。你知道嗎？按情有獨鍾這個鱘龍魚呢？這個以前的老闆，我是在堅持養嘛。我們一起進了鱘龍魚，然後也一起養鱘龍魚。可是因為他在10幾年前有一次7.2水災，老闆跟他兒子父子倆都在那場水災被水沖走了。當然這是一個傷心的過往啊，就是他走了，其實是對我們台灣養殖業一個損失啦。如果他在的話，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個人能力有限嘛。既然陳大哥走了，我就想說，能夠把這鱘魚的產業
要做到世界最好。那世界最好，我们要透过一些努力，包括把鲟鱼繁殖的技术带回来台湾，更精进的就是说，我们要把鲟鱼转换成海水养殖这个世界专利，让台湾的鲟鱼的产业能够出类拔萃了。然后鲟鱼以后是台湾的明星产业，因为我们台湾的特殊地理条件每年到春天、夏天都很有雨量，台湾的养殖场都是在我们的山腰山边，所以用的水都是最好的水。在意大利、法国，他们养殖都强调说他们的是循环水、环保水，都是在室内养殖的，跟我们这流水式养殖的鲟鱼，我们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所以我觉得鲟鱼包括养殖，包括做餐，甚至做鱼子酱，还有很多可以开发、可以利用的部分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而不是只有台湾的。希望韩白尔走出台湾。访问各国体，体验无穷用嘅上向生活百态，对生活饮食菜体环境、老饮食文化嘅关联，看到生命无穷用嘅可能。有間大家對當年嘅年代印象，接接喺啲潮水之間來來去去嘅行船人。也係啟定一流一流嘅五嘅五公，嚟睇個日日順唔同，親身研究來照顧，也嘅日常老五嘅相連，悄悄地放開變做能擺發達嘅藍圖，留心想發展變做可能。有等於把一生年嘅時間，就是希望講做得尋到一個錯嘅畢業，留錯嘅味道。啲古關也特別，無論係手工饅頭，也係潛龍太層，增加咗啲正人精神地度，潛到對食材、留太環境嘅尊重，地度以為太自然嘅風味，料理嘅美食，咪就像神帶重用，有呀地度嘅神忙，鬧努力嘅分享。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晝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日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線，十半夜，四季輪迴。